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是12月12，诗篇34篇1节安尼讲：我要时时学习耶和华，学习伊的话，要常常伫我的嘴。三角来祈祷，互阮时时学习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互忧闷变做欢喜的上帝。主啊，因着你的疼，找你的囝耶稣来降世，为着担当阮的罪过甲重担，互阮通脱离罪恶甲苦痛的捆绑。因为安尼，你互阮的啼哭变做喜笑，互阮对绝望变成毋望。主啊，只因为你欢喜用无比的疼来疼阮，阮只有学习甲感谢你无煞。主啊，天比规地有偌悬，你的慈爱对敬畏你的人嘛遐尼大。东离西有偌远，你互阮的罪过离开阮嘛遐尼远。主啊，阮要时时学习你，学习你的话，要常常伫阮的嘴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感谢主，伊听咱，欢喜将赦罪恩典赏赐伫咱，所以咱就常常来学习称颂伊的名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